好，来继续来看高铁第一届公开着车顶服勤员招募的过程，每一个关卡拢是挑战，包括爱伫7分钟内完成20多项列车的检查，嘛考一寡车厢内底临时发生的状况题。也毋过以往大多数拢是女性参加这种的招募，即卖受不少的男性嘛来加入咯。这个男性甲女性的人数用要变侪咯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。好。 开车经过，请小心。这高铁校园列车今仔日这班车真行真济哦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因为你的手机音量有点大，可以麻烦帮我把音量降低一点点吗？可是我在玩游戏耶。游客手机收大声哄倒数，我头个乘客直接倒伫座位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你好，请问身体有不舒服吗？对，不舒服。 阁有人投诉有啉酒醉的，校园看起来真冷静，不过行去商务车厢，阁有新考验。刚才你讲啥？我听无。我今仔日有点的，我今仔日有点的甲点的点心。Do you speak English? Okay, sure. 华语、台语和英语的基本对话，高铁服务人员拢爱学晓讲这话。虽然淡薄紧张，嘛是顺利过关。不过这还是上困难的关卡。计时开始。 7分钟内要确认20多项的配备，包括上重要的安全检查项目。院长请说 over。院长，这边是 F 班服勤员，跟您做通讯测试 over。假设车上发生火灾，那我们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把旅客都疏散到车外面去，这个压力就会比较大一点点。 高铁头一摆对外公开因服务人员的过程，疫情过了后，报名人数一天就超过2500个人。即马高铁差不多有350个服务人员，男女比例是3:7，男性学员嘛愈来愈多。来受训的学员当中，其实大概有10%到20%的学员会被废了掉。 男性服务人员睇来好占优势，不过女性服务人员嘛温柔大心的一面，想要来遮做工课，但嘛要真知，因为高铁顶随时拢有可能出现你料想袂到的代志。